感情的事，外人不好说吧？说不定他俩挺合适的呢。我不是外人啊！再说了，我很确定周子轩就是个大魔王。他们俩感情挺稳定的，你就别去打扰别人约会了。再说了，这么晚出门也不安全啊！我才不相信呢，他呀肯定变着法的欺负我们家苏苏。哎。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感情挺稳定的？我跟你哥偶尔有联络，他随口说的。他连我都瞒着，居然还告诉你。他们俩在一起很久了。这个混蛋，他肯定早就图谋不轨了。苏苏那个傻白甜。 怎么斗得过他这种套路啊？敢碰我闺蜜，她不想活了是不是？说不定人家是真爱呢，你就别管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啊？我能看着我闺蜜跳火坑吗？哎，又干嘛？我让你帮我看的动画阐述，你写评语了吗？我着急要呢。早就写好了，就附在你的邮件后面，你没看到啊？行，我现在看看。 你先别走。周建清要去苏耀夏家找你，他知道你们的事。 快拖住他！你可是同一战壕的兄弟，要是他真敢拆散我和苏有夏，你也别想和我妹在一起了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不可能仁慈。青青要是真的来怎么办？他警告过我好多次了，肯定会炸毛的。放心吧，我还有一层防火墙呢。 你到底看没看完啊？你慢慢看吧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滚南州，你别吓我啊！来，快先躺下。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现在很难受，你得陪着我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？是陆子明，他最近一直逼着我回总部开股东大会，总部那么多人，我做不到。 我压力好大，压力大，我们可以想办法排解啊。实在不行，我替你去演讲。陆子明不会答应的。如果我不去，他就要砍了新灵湖的投资。这个老狐狸还真是难为人。我现在很焦虑，你得陪着我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明天开始，我陪你去做心理治疗。那不用。 我今晚吃点药就好了。你心理医生都说了，你这个病是心因性的，吃药根本治标不治本。你今天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事儿不能再拖了。真不用，真的。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去心理诊所。我不许你讳疾忌医。明天我陪你去心理诊所，不许拒绝。